伫咧美国佛州呢，有民众叫外送物件去互偷摕去，透过监视器画面才发现讲，这偷摕物件毋是贼仔，是一只乌熊，毋但甲规地食米拢赶去，而且佫真捌火哦，佫翻头来偷啉这饮料。一个外送员把这个火订的墨西哥速食放伫门口口，靠手机通知主人了，人就走啊。我想到一只乌熊闻到香味就来啊，佫直接用喙甲规地价值45美金的食米拢夹走，这画面拢互监视器录到。10分钟后，女主人和因查某囝开门要提餐，才发现讲食米拢无去啊。los sucedió la comida。这查甫主人去看电眼的画面，证实讲这贼仔是一只可能有到180公斤、汗臭真好的乌熊，而且这只乌熊知影遮有好食的，佫转来偷摕粮的，佫甲食了的饮料杯啊，等伫人门口口的走道，互主人毋知影要哭是要笑。se llevó la comida, se llevó la comida。这个事件是发生伫美国佛州厄兰多郊区的城镇。这个伙仔讲，伫徛街附近常常拢看到熊，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代志。但是熊的偷摕物件，煞是第一摆发生。落尾外送平台嘛，甲这个伙仔的餐点损失拢总赔偿互因。主人嘛学着教训，后摆外送的物件袂当搁放伫门口口啊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